关岭有全国真少见的泥沼温泉甲景色，一直拢是台南大地向游客推荐的。这回市府观光旅局甲温泉协会合作，更是选定这作为跨年三部曲的焦点。商务记者会中，当地知名的大都知师嘛专工伫跨年期间打造3种澎湃板豆菜，提供民众预订。加上当地特别的莲花甲莲藕茶，市长委托嘛特别到场，热情邀请大家到关岭洗温泉吃大餐，体验甲过去无同的跨年三部曲。关子岭温泉协会所举办的跨年三部曲，真的是好礼讲不完，好玩玩不完哈，所以真的是非常开心。那其实跨年台南这么大，所以跨年活动哈到处都有。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个跨年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市民朋友们，还有观光客朋友们，大家眼睛一亮，希望说能够一起来台南。我想今年碰到疫情的影响，好像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准。那年度关键字也有人提出一个叫疫，有人提出一个叫闷。那不管是疫或是闷，事实上大家都心里不是太好过。但我们希望说跨了这个年，迎接2021之后，大家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时来运转，能够这个扭转乾坤。所以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跨年三部曲。今年全球拢面临疫情的冲击，所以透过洗温泉，嘛希望洗掉一切不如意，来迎接新的一冬。所以观光旅局透过行销关岭，嘛希望协助疏解过年市区的交通，都是达到纾困甲振兴开发的目标。那我们很感谢关子岭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也设计了三部曲的一个活动那全部都是在关子岭。那这一次因为也我们在台南市政府的一个就是由我们关旅局的辅导之下其实我们也协助了台南市温泉协会在这一次纾困振兴的一个针对温泉区的补助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也帮忙他们争取到了一笔预算也才能够让这个三部曲以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行销的一个计划跟活动能够成型。那在这边呢，要特别感谢我们成大的团队，我们的王老师，还有我们台南市温泉协会所有同仁。关子岭跨年三部曲赞不赞？赞！台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还有我们媒体先进朋友。